做一张完整的客家的专辑。扛起炮上成歌，对门山爬啦啦啦啦啦啦啦。目前才是比赛咧，应该帮你马戏哦。今年了的好啦，跳太多表情的时间，除非冇表情。犯到不应该犯的错误啊！开通开。你要给过瘾的气氛哈，你过瘾气氛可能要再撑一下。上台上冲过本事严嘅阿妹台上冲。大擂台，闹热強下來。哇，根本呢係你過年期間啊嚇，初六啊，對，我睇下六太順啊，係咯，對，但是啊，呢雖然過年歸過年啦嚇，還呢個歌唱比賽啦，好想同佢比落去啦，殘忍的一面。參賽者兩殺一組，出槍獻出一殺魔王嚟 PK， 三殺中分數清大，也係冇太多38分嘅人搶視同台，係講強分就由評審先生偷嘅添萬人呀。啊，嚟先介紹下你評審先生啊，齊這位先生，齊思維先生，羅格里先生，東先生，王義信先生。初六熊童有安排一小段的特別節目。哦，係啊，就是我的偶像。你偶像？對。你偶像都是姓羅，對不對？對。好，那就趕快介紹你的偶像，好不好？好，來歡迎羅國立老師，給你帶來七甲昆統法。哎呦，安尼多無聊呢，七甲昆。安安親親，愛七甲一三年。坐在咖啡，熟悉的老地方。白色嘅鞋，落在愛嘅身邊。他們在問我，用不你莫來。我應該怎麼回答？滿山嘅幼童法，在你嘅心中有了另一個他。白色嘅線落在愛嘅身邊，他們在問我，我比愛唔怕唔怕。孤單的自由，我終於不必再為誰牽掛。孤單的自由，我可以習慣自己寬宏吧。孤單的自由，就忘了我們彼此說過的話。孤單的自由，從今天開始七甲昆統法。安安親親，愛七甲一三年。老地方，白色嘅線落在愛嘅身邊，他們在問我，
永不你莫来。我应该怎么回答满3个幼童法？在你的心中已有了另一个他。Oxygation落在爱的身边，他们在问我，我比爱怕不怕？孤单的自由，我终于不必再为谁牵挂。孤单的自由，我可以习惯自己看童话。孤单的自由，就忘了我们彼此说过的话。孤单的自由，从今天开始请大宽通吧。孤单的自由，我终于不必再为谁牵挂。孤单的自由，我可以习惯自己看童话。孤单的自由，就忘了我们彼此说过的话。孤单的自由，从今天开始请大宽通吧，自己回家。谢谢沈梦太太，新年快乐！偶像，哎，何老师，嘿，牛，哎呀，想不到哎，那个偶像年纪轻轻，唱什么年纪轻轻，比我还大的年纪轻轻。好，安尼啦，嘿呀，加糖豆欣赏创安和糖的歌诶，嘿呀，喊你要看比赛啦，哦，好不好？好了，哎，分享铁柱哈，係王宗強、林思玲，來分享，嘿。张强，思玲姐姐你好，主持人好，太高老好，师，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来看一下今日出道的安尼魔王的嘛。好，思玲姐姐来。好，我说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好，希望你能够掌握得很好。直接拿本嘅呢？观众朋友看下看出道的慢影。新派客语掌门人。我只有听过玉女掌门人，多带黑慢影，先出个声好不好？爱一遍一遍，然后起家，望到再把起來，送回福人。安尼分享一下，安尼新生代客语掌门人黑慢影。哇，我们来欢迎老朋友，哎，好。这一集的人听说非常非常的强，不过呢，我也据说很多人都是用我的歌在练习，没有关系啊，尽管放马过来，要过我这一关可没那么容易。这个介绍也不大概，认识来的。啊，其实应该我是在幕后写过蛮多的歌这样，然后也帮很多歌手制作专辑。例如比如说任贤齐啦、刘德华啦这样。心太软是你写的吗？还是没有？还有对言承旭。对啊。言承旭一些偶像的歌，流星雨也是你写的。流星花园里面一首歌这样，我是真的很爱你，就比较早期的时候了。印象哟，包括后面像杨宗纬啦，杨宗纬。但重点是我觉得做那些歌，我觉得谢谢他们唱我的歌，但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用我的母语做一张完整的客家的专辑。这张专辑其实刚刚新派客语掌门人，不好意思我觉得是公司，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我只想用全新的比较特殊的元素放在客家的里面。我觉得包括我们早期听到的客语的音乐，其实真的很能够孕育我们下一代的音乐人。那我觉得如果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做客语音乐，我觉得我会。就把我自己最好的把它拿出来，那所以希望大家听到这张专辑叫《惊喜时刻》，我觉得听到客家音乐有一种不一样的这种元素跟曲风。今日来当魔王，一听到好唐永聪的他的一条歌了哈。阿田阿聪其实太适合在过年，因为这首歌我就写我自己小时候在乡下过年那种情景。这首歌叫《春风纸炮》，春风自抛，对，好，春风自抛。你？我唱嘅客家新曲，客家新曲嘅條咩好聽？來，唐愛嘅愛，來唐坤老師。
tonight, love me tonight, love me tonight, just right tonight。你就像拍雨，如果爱的是，也感到千个温暖爱的心里，疼的相遇，就像黑一记，同一个听伤声音，微妙一种在心里。啊哈。上一句，用你心海。啊哈，疼爱的爱，分散过了，只为你来。等你用感受，梦与航去。爱的回给，生生不息的爱。啊哈，疼爱的爱。上上一句，用你心海。啊哈，疼爱的爱，分散过了，只为你来。等你用感受，梦与航去。是的愛，空愛體會給，生生不息的愛。Rock me tonight, rock me tonight, rock me tonight, just rock tonight。树下，窗来讲句，款人行上去，生活过辛苦，但是幸福在心中。无言阴，无言天，一生平平淡淡嘛甘念，不管烈焰客，不惊路安延，用待爱行渡走的。天马甘念人落天丘，人家一生人好好快快，爱会平衡到牛埔，不会记得欠爱的事，爱会永远做娘客的心丘。
天马甘年浪落天丘，人的一生能好好快快，爱会平衡都有谱，不会记得偏爱的事，爱会永远做两下个心球。不会记得欠爱的事，爱会永远做命，合甲心球。冻结过了国家，一抹了浓冰浓花。云霄望珠山，漫山有天涯。小风天色路走松开，春节多做欣赏，一点跌落甲东下。我表情舒展，没有公开篱笆，阿婆莫喊走下煮饭，春雨滴滴答，你不言，播上提板板，听听夜喊，小人有办法，春风吹来，唐纸炮响，穿过对门山爬，啦啦啦啦啦啦啦，冬节过了国家，一抹了浓冰浓发，云霄望珠山，漫山有天涯，小风天色路走松开。春风是飘向连天，家家户户庆团圆，新年新天新希望，快乐顺心平安健康。春雨滴滴答，你不言，播上提板板，听听夜喊，小人有办法。春风吹来，唐纸炮响，穿过对门山爬，啦啦啦啦啦啦啦，春节多做欣赏，一点跌落甲东下，我表情舒展，没有公开篱笆，春风有办法满山爬。春风有办法满山爬，春风只飘向连天，家家户户庆团圆，新年新头新希望，快乐顺心平安健康，祝大家新年快乐！哈哈，哎呀呀，太棒太棒太棒，好棒啊！很应景的一首歌，非常应景。哇，真的好听好听哈。哎，你谈到你国人应该觉得很懂事汉哦。嘿，嘿啊，对对，我很喜欢这首歌。你本身也有这个呢，民歌西餐厅，嘿啊。我刚看很眼熟，后来想一想，我好像是以前看过他。哦，以前有同事吗？民歌餐厅的时候。所以文玉你唱过民歌餐厅啊？在学生时代的时候，然后包括跟哲伟老师也是一起。对，
同期的。对，没有，他现在不得了了，他现在不得，他是大师。没有啦，没有。你比较早吗？对他，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是看师祖型的这个师祖。其实文玉很厉害，文耀给来，就顺便讲评一下。给追走哈，给追走还五等奖出来呢。哇，这你是最年轻的五等奖。林俊逸那个年代吗？对，更后面一点。阿妹稍微后一点点这样。比阿妹后面一点点，我16、17歲藝術影視嘅，佢都當過唱歌嘅，出過當過唱片。我知道文耀做當好嘅示範，你去到你當班，不管你要彈樂器，也係樣板，你要出你自家舞台，你樣板編，出你自家用嘅，就像羅太哥講過嘅，你自家你嗰個感通。唱到那邊感通，除咗做得感通彈歌嘅人，嗬。比如張強，我點你當認真，一路行過來，你當想要改變一下你自家唱嘅唱歌嘅風格，嗬。不過比如有一啲咧，我有啲擔心，嗬，因為啲3個和弦可以寫整個搖滾，我覺得非常的厲害。你不覺得說這個老師怎麼那麼懶惰？3個和弦而已就要寫一首。他趕你上天。啊，上天。用之後呢？哇，鐵肺歌姬耶，唐一下，一鳴驚人。法術哈。我有啲擔心嗬，因為啲歌係還歌嘅嗬，唱歸唱，樂隊老樂隊就分開來了，夾無向下。第二，唱歌有一個問題嗬，你剛剛唱嘅歌要當到美音都，這滑音咯，有時候太多滑音的時候，太多表情的時間，除非冇表情。做表情的時間嗬，譬如講第1期、第3期做，第5期、第6期的時間來揾一隻方式，冇幾條歌彈起來強揚嗬。個客家新橋嘅詞裡，而家音嗬有幾嘅全部都跌脫嘅嗬。不過基本嘅彈起來啲歌嘅氣質當好，有用啲客家新橋嘅感覺，客家新橋嗰種婉約感覺唱出來。不過基本上啥，當年突中冠軍嘅，我知道本量啥努力的部分，我本1個分數哈。謝謝老師。好嘞，徐世慧老師。OK， 我先從因為頭一次遇到文玉。我覺得還蠻開心啊！他今天這個歌曲，亞數國外就本來彈到就上愛唱，雖然我唔曉唱啊，就會天天是跟着唱。咁我動熟嘅感覺。嘿，唱，自家彈起來就唱動熟，唱當然就做在彈到安尼歡歡喜喜嘅歌曲哈，這個我真的覺得很讚的地方。好，那你不會喧嘩，最主要是你的技巧不喧嘩，這個是讓我覺得非常舒服的地方。謝謝老師。然後再接下來就是講張強哈，張強其實。這一年度下來，其實我們看了很多次的表演。其實你算是非常專業的一位歌手，只是說我可以感覺得到，你一直想要找到一個突破點，你想要突破去改自己的一些盲點也好，或者你想要改變你的表演方式。鼓手你會表演上來，比如說你想要表演動作，還有你想要表現的歌曲的方式，當愛給愛的時候，你會放得太重。亞數國其實。它雖然有一點輕 rock， 可是你其實可以再唱輕一點，你唱得太重了，所以按你唱法的時間會讓人家覺得有一股壓迫感。再來，詩婷姐姐，《客家新橋》呢，其實從頭到尾這首歌，我覺得，你剛剛給我感覺，你把你的悲情又拉出來了，所以我會希望把悲情收起來，用一種你認為是一種認命，我 OK， 但是我聽到的不是認命，而是一種悲情。譬如講，唔唱嘅愛嘅一世人，碌碌碌碌嘅時節，嘅聲音較高，對你來講，人嘅高音本身就較輕，可是一拉緊了以後，聲音就變得很悲。愛嘅一世人，碌碌碌碌，天色苦冬總是不。來，看分數，看分數。先來看下黃總強嘅分數。
哇，39，哪里有出问题？那个分数唔美好呢。对啊，对啊，再来看一下。石林姐姐的林石林的分数。41分，呛死人！哎呀，呛死！哎呀，罗老师，罗老师，不来到这里，我很紧张哎，还是要看一下好不好？还是要看一下。罗掌门，来，超过40分，他就是我们客家新一代的掌门人。来，大家看下罗文玉的分数。哇！谢谢哇，感谢。哎。台面上没有，谢谢，真的太钦佩。台面上是这样了。哎呀，听起来太舒服了，哎呀，太希望能够写出让大家可以不一样的。没有，刚刚真的是 perfect。对，你到底要赢几个人？我们美浓人低调一点就好。罗老师。罗哥，我心里一个想法跟你要退出歌坛，退出摇滚界啊！你要不摇不滚了。可是刚刚我听到3个和弦可以写整个摇滚，我觉得非常的厉害。你不觉得说这个老师怎么那么懒惰？3个和弦而已就要写一首。他赶唔上聽，打上tiếng。他用之後咧，哈，咩啊？超過哎呀，羅鳳賢優秀呢，真係當真。客家嘅吼，我從客家過一下，客家過20年吼。真的一直希望我有當到優秀的客家人上來把這個更好、更棒的客家音樂下去哈！加油，文宇真的很棒，給你這個鼓勵。好，哎，今日總共先簽10失敗了，好不好？不要氣餒啦，好不好？張強，加油，加油！恭喜詩玲姐姐，恭喜恭喜！也謝謝文宇老師，好不好？謝謝。暫時被淘汰了，那如果待會也不一定會留下來，我很感謝大家長期以來對張強的支持啦。那我會回去再多多練習我的歌唱的這個技巧細節啦。好了，分享聽一組，分享請聽聽邱志強。來，嗨，大家好，大家好。你用阿妹唱排腔啊，你萬一個輸特其實要對人哋節目要動大上啊。對嘛？咁我重新安排一下。所以啊，比賽唔可做會按呢，對嘛？運氣啊，可能出前面出到來。對，都沒有剩呢，就一個啊。都沒有剩了，你要剩誰？後面還有好多個。那把我的名字放進去好了。啊，好來，直接。鐵肺，佟佳慧嗎？哇，鐵肺歌姬耶！彈一下，一鳴驚人。來。法術哈。法術哈，分享一下呢，魔王鐵肺歌姬，歌姬都帶起滿人來分享出來。歡迎我們的鐵肺歌姬Gina。好朋友好，大家好，我是吉娜。今天又来到浪烟大旅头的舞台，你们都知道我是拿高分的機器，今天想要打贏我，你們走着瞧吧。上次是來時節喺同吉強啊合唱嘅嘅bài嘛？對，他是我的幫唱，結果今天要來殺我。難怪你說他背音很熟悉。對啊，今天要帶來什麼好聽的歌本大家聽？帶來我自己嘅創作，什麼歌？好棒！童話放客。那你要我帶來那個東東老師的《星光半夜》。哦，東東老師有人終於唱你的歌咯。我要唱搖滾賣酒。哎呦，好，3、2、彈開啦！十九創山高的，唔從心頭唔會開啊！
生一定好。上台上冲过本事严格，阿妹台上冲，冲出好梦之歌。爸爸嘅嘅歌，你個小愛我，半夜唔睡，你嘅草草在摸摸，愛出嘅唔盼得水，唔錯過癮。重新一首，冲出亚航天湖，我也要事业。三公半亚，三公半亚，哦，三公半亚，三公半亚，嘿嘿，传说中的亚莫。冲过的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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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间有谁你高空，那傻傻一下眼眸，希望有该去也无的也袂流出的意。
罗老爷差点睡着，他看到 Gina， 整个跳起来，就会看到一个啊，真的，然后我就被吓一跳，我想说这个老猴在干嘛？老狗，更年期。哎呦，更年期，你老高，不是老高，老爷。哎，这组好不好看？好恐怖哦！这组真的太好看了，太好看了。我刚刚说排在一起嘞，这样厮杀，哪一个离开都不好啊。我离开就好了。是啊，你离开就好。你回去卖早餐哈。对，早餐还不错了。来那个，来赶紧请东东老师。婷婷哦，这首歌唱得很好哦，然后你加了很多自己的味道，我喜欢你加那个很多洋味哈。我觉得那天青春有 MV， 但是一个有能力的歌手可以加自己的创意在这个原来他就有的歌上面有加分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去做尝试的。好，所以非常棒，没有缺点可以说。OK。那子谦今天唱这个歌，我觉得你就是想起年轻时候的我哈，冲劲很够，不过要小心的地方就是你给果音给踢缝哈，你果音踢缝可能要再撑一下，稍微有点力不足的感觉。Gina 唐聪快懂过瘾，而且你有那个有黑人的 soul。不是你那个 soul， 是那个 SOUL soul， 灵魂不是那个瘦，你不瘦。哎，老师你不要这样子，人家表现那么好给你看，那个内心比较重要。我是跟 Gina 讲，那个内心才是最重要的，在这边音乐才是最重要。他有那个哦，超懂吼 ，soul， 超懂吼。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本唐多英董兄同意了，而且也给。你英文咬字那个发音那个都非常的棒哦，我那希望给你阿刀给了评分的话，他会给你很高分。OK， 非常棒，加油！王雨欣老师，哎呀，好，我先讲一下今天这个婷婷啊，你已经具备基本功，然后唱出你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是可圈可点。因为唐你冲口是一种享受。其实我一直在注意，包括你的音准啊，还有你的节奏感。其实唱快歌最怕会抢拍，可是我觉得你很稳，这是很难得的。我觉得你是真的会唱歌。好，另外呢，子谦，子谦你有进步。老实说，因为我上次来评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很紧张，今天还是会啦。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再练习你的。就是发音的部分，让你更稳定，包括高音的爆发力可以更稳。好，接下来讲 Gina 了。今天我是第一次跟你见面，对，我们在休息室有聊一下。我不知道他们一直跟我说，我跟你讲，他真的很会唱。我今天是真的是大开眼界，见识到了哈，见识到你真的很会唱歌，加油哦！对，加油，谢谢。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很不错，好不好？哎呀，全开的快哈，趁婷婷那份书。太吓人！来，给看一下邱子谦的分数。谢谢。来看一下进来的分数。谢谢，我等下去领钱。对，要干嘛？开玩笑，过年了。真的，今天这一段哦，真的非常好看啊，非常棒，大家继续加油。好，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好，谢谢吉娜啊，谢谢。今日对到陈婷婷不幸就是落败，那魔王也很强，那我相信我一定会各进来的。加油！经过精彩嘅比赛以后，有4位抢时淘汰嘅参赛者：李文贤、陈建基、冯忠强、邱志强。在评审线上开会讨论以后，到底哪一位本人淘汰呢？他现在除了唱歌以外，他也涉猎我们这个主持。哎呦嘿呀，途中每位嘅人呢，哈，那个晚会啦，有冇相关性客家嗰种活动主持人全部都会记啦。风花也来摘，燕家出门爱做
个经过你同激烈讨论之后，你马上爱做为你都唔判得吼。不过爱承蒙大家伫这段时间的努力，你就都动腔，不管有留伫这舞台么，一定爱记得爱唱客家歌，好冇？今比爱淘汰2位係王宗強，還有李文興。哇，想不到，係啊。再说鞠躬就下去。没有，那个应该很失望了哈。我会好好的去修正一下这个歌唱技巧。好，谢谢老师。什么欣赏？那文心，哎，好，谢谢你。谢谢老师一路上就是给我的肯定的，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的经验啦，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走这么久。对，我看到他这种情形，好想拥抱一下。哎呀，好。是啊。其实还蛮适合大家，大家都超好的。你那个隔壁离你比较近，你不抱你抱。我哥。对对对。我不要。哎呀，我很难得啦，我记啊唔会客家话啊，结果客家歌唱到很好，就一路安尼变都不简单。2位都非常厉害，好不好？希望你们下次再来。好不好？谢谢恭喜2位，好不好？谢谢。好也係按呢傳統做清明禮拜魔王 PK 賽。啊！禮拜 PK 呢有唱到魔王來頭不少。來頭很大就對了，哎呀！哇，那這個門出得來嗎？把它關在後面就好，該關的時候不就好。在那裡又出不來。哎呀！所以哈，大家注意哦，哈，魔王鬼厲害哦。哎呦，當厲害，老大一厲害，等下看住啲，馬上嚟介紹下啲評審先生吧。李秋霞先生、林占英先生、李金明先生、曾明珠先生、羅盈盈先生。有獎的李秋霞先生，今邊講講下評分標準。今邊用魔王來踢館，來挑戰，所以呢，今邊特別注意哦。那注意乜嘢啊？你3個不外乎乜嘢？4季8節，咬絲歡喜轉潤，嚇，你該歡喜時間要歡喜，不該歡喜冇歡喜哈。你歡喜，你不能扣分數。它是大家記得，啊，咬絲還有你的感情的詮釋，還有平常心，冇緊張，拿出好實力，加油！媽的，特別硬哎呀，這個，也年紀大，個淡薄安太啲咪啊！來，阿來有請第一組。鍾漢一、羅思妍，主持人好，大家好。母雞帶小雞。看出動漫演來。我拿按拳，唔能流速，提防我，莫亂流哦。人對人的歡迎加工嘅，馬家人哈，來，出道係清新女生，來麻煩開個金賞，好吧？一鳴驚人。係啊。強壯太陽一家，我老了年啊。小鄧麗君。哎呦，按甜美的聲音呢。哎呦，該一出來了，敢唔點樣呢？哎呦呦，係啊，我嚇到人。好來看一下你魔王，嘿，安尼清新女生喺咪分享出來。請登場。哇，分享小 P。Hello， 大家好，我係小 P。今日超歡喜，轉每家轉到農業大擂台哦。啊，大家呢唔是很緊張，雖然 P 今日係來做大魔王嘅，唔過啊，大家嘅欣賞係都啲哦，因為呢 P 呢係一路比賽比過來嘅，大家拿出你嘅實力，共同來對戰我。P 現在非常不簡單呢，他現在除了唱歌以外，他也涉獵我們這個主持。哎呦，係啊，錯冇？對啊，也所有途中每位嘅人呢，哈，那個晚會啦，有冇相關性客家嗰種活動主持，你全部都會記啦。
系啊，是唐国旗唱歌嘛？是哈，唔是嘛？是人金钟嘛，真悲哀啊！唔是啦，我可能做唐国人共唱歌的点点啦。我的诗人都带了马歌。凉拌。你耶？三钩子。魔音剑法。好，来看看啊，3B 的歌曲。公爷刘是那
见一蕊紫天花，紫天参多梅树花，树参大梅大参树，哎呦树长花家不分家，哎哎呦，嘿嘿呦，树长花家不分家。每见一蕊牡丹花，风花也爱叶来扎，燕家出门爱做的，哎呦梦夜梦里过的家，哎哎呦，嘿嘿呦。梦夜梦里过的家，高飞高。嗨，客家美少女啊！哎美少妈了，美少妈了也当妈了。对啊，啊，那个叫吧？去年對，我有啲 FB 有看到用嘅。係啊，啊，恭喜恭喜！鼓手送拜來嘅時節啊，我就無父無子，一下來嘅時節，我已經有老公沒有冇嘢咧。哎呀，冇嘢做幾年咧？哦，13年嘞。 13年了啊，難怪也唱過。差不多胎。感情有媽媽的味道嗎？有。哎，真的呢。來彈一下呢啊。媽媽的秋夏先生。哎，人家啊？怎麼了？對呀，人家小孤獨處。真的。你是想怎样？想震惊的啦哈。韩裔的嗓音非常清亮，音色非常厚，但是你的台音方面，你就会喉音会跑出来，所以你的台音方面要练。你真嘅會唱高音，佢高音衝得上去，台音喉音唔會做出來，所以你在一個那個歡樂度嘅時，你嗓音多數是冇講很清，彈起來就甩嗓，不是很乾淨啦，哦，唱的。 燒火候嘅時節，你係樹音起不足，哦，所以可能你頭前嘅時一重音衝到向胎。啊，有啦，詩人，誒，我感覺今日進步青島哦。詩人真嘅進步青島，你要不在鼓勵哈，以柔軟度就注意咧，哦，唔會唱以前硬梆前夫。 有没有？感觉上非常非常好。分数可能也不会差了，几个老师应该帮你肯定了哈。应该是不差。好来。但是看佢今日旋嘅詩都依種無意。有沒唔會嫌旋的呀？哦，佢冇嫌。你通嘅很嫌旋，很左片右片左片右片，這樣子會變旋。佢今日他掌舵的非常的好，我說你非常好的掌舵手。 啊，有進步，掌舵手。所以那個佩如哦，開發格子冇格子，盡量是唱比章潤米油的，你潤米油，但是你咬是格子心裡苦，兩隻詩哈，要幫助建議，加油！好，安生啊，現在伊是人無學得當。你唔係單唱，你都學到，我坐隔壁我都學到了。啊，好啦，因為韓語哈，廣東講。 張奎時間喺面前亂評審啊，我感覺你的聲音很平淡，當時啊，冇想到後尾幾禮拜嗬，從開始人家一句拿冠軍過，哦，人家進步嘅層次嗬，完全是冇同樣。但是呢，有一道你客家話咬字要韻啊，韻腳啊，韻，所以你行太韻嘅韻，唔通啦，行太韻。 結果唔係發暈嚇，所以你要記來注意的嚇。過來詩人啦，詩人嚇，今日呢，人家評判啦，人家唱腔嚇，八音鑼鼓，你唱啊，八音了來鑼那，
啊，你了音呢爱往上扬，好了，罗那鼓往上，结果你看万象了见呐，啊见呐心啊，这样的方式，啊，那改过了哈，就会看较好，哈，记得好，讲到阿譬如哈，根本呢，佢创嗰啲歌嘅哈，最大嘅一個優點係乜嘅？就可以給個發聲的部位很漂亮，音色各方面來講，從你的這個腹部發音法，哈，真勁當家，所以又穩重，哈，繼續加油，讓人生很當燦爛，哈。哎呦，哇！安子先，啊，來看一下分數，哦，看分數。鐘漢一嘅分數。好危險啊！兩位主持人哦，哦，要亮落嘅哦，係啊。唔係，兩邊前邊啊，係啊，中邊啊，中邊。長輩啦，我諗三公。來看一下分數，好，看分數。鐘漢一嘅分數。好嘞。44分，當高分。係啊，哇，羅斯人呢？你做乜面粗粗啊？唔係緊張啊？一天看有人打7分的冇？我來看一下分數，羅斯人的分數。哇！45分呢？冇簡單哦，呐，係啊，厲害哦。歡喜嘛？歡喜。來，魔王小 P 嘅分數。哦，哎呦，哇，46分啊，係啊，嗬，拍攝哦。先簽字書啊咧，係啊，唔贏呢？恭喜哦！嚇，好啊。OK。哎呀，謝謝佩如來參加呢節目，好嘛？謝謝，歡迎你，謝謝。好嘛？啊，有閒再來唱歌。好，冇問題。基本嘅又讀到羅斯恩，係基本從44分，結果還係輸記，希望係得個有機會，得個將來你再舞台。好啦，歡迎天意組，好嚟。歡迎沈家庭劉淑萍。嚟到舞台當中。兩位主持人哦，哦，要亮落嘅嗬，係啊，唔係，兩邊前邊啊，係啊，中邊啊，中邊。長輩啦，我諗三公。啊，後邊係要記下 V 嘅人魔王啊，嗬，可能出多萬年，係嘛，係啊。來看，哦。三個千強音，都帶起萬人來出個聲音來。三個了從哪來呀？鬧連愛連呐！好嘞，看一下，魔王起萬人來出場。哎呀，好青春啊！當番兒根本要進喺大擂台做魔王哦！各位參賽者，全部讓他好好嘈，阿飛哥來嘞！好可愛哦，文芬哥好可愛哦。喂，人家談到上癮啊，撈到係很長者的人呢。係啊，最應該唱個動搖咪頭，冇上到很。佢上癮都未扮白老人呢。係啊，而家差唔多啊。哦，係啊。安尼今日有搶到人來，剩下兩邊 PK 啊咧，好嘛？哦，好。安尼，那帶嚟馬個平板，縮編機。速版法術蒙過來。哎呀，好彈哦！家庭吧。63個。好，來彈看啦。
好危险呐！先定了，农民呐，好今天呐。阳阳面前，爱行好难，英雄了。富贵啊，命
评估啊。跳到啲唱歌嘅時間，發現到一個人上一間嘢嘅老師，但係上衝嘅。上一總唱嘅老師，哪位老師？本人建議，目前才係比賽咧，因為本人馬戲哦，表演就好咧。結果我微信上討論以後，你下回可能愛再嚟，再吐再加嚟，加油！上一間嘢嘅老師，但係上衝嘅。上一總唱嘅老師，哪位老師？有沒有像我們詹老師？有沒有人講過？來，你麻煩你去詹老師旁邊站一下。哎呀，哦，這樣啊？哎，真的呢，真的哦。有這樣。突然間就覺得，溫小弟啊，唔是恁囝。好，啊，三位唱得嚟，喊你談一下先生的貢品啦，哈。以唱到李金明先生。好嚟，沈先生哈，從來做多山歌哈，伴調各方面行運哈係做得。不過有一些嘅缺點我還能講出來哈，就講可能你運氣係用得太用啲啦哈，有啲猥瑣會逼啊哈，個人咪猥瑣啦哈，會下會應該會逼起來哈，買壓地去想哦，你個問題就講可能控制你嘅運氣嘅部分來控制哈，就會當好啦哈。劉少自從了說過誒，那個難度挺高啦哈。前面集團的全部行腔，全部清順清好哈，係有個音色大概也可以唱得清楚。就講不過就講從上面杜方嘅踏出探音芒果嚟嘅就芒果嘅芒絲嚇，講芒果條嘅，佢係好條嘅。太問題嘅出差佢幾個時啲啲嗬。半夜裏來海棠開，好，安子先，好，我哋撒下安尼真面先生咧。嘿，老師。比到你下來，係有犯到不應該犯嘅錯誤啊！嗬，就係忘詞，安尼嗬，所以歌唱啊嗬，比賽要失敗，要咩要靠運氣呢嗬。加添數禮拜參加了歌唱比賽嘅運氣亦好。嗬，所以呢，出簽出多啊嗬，全部。尤其嘅運呢，一下子比頭過去咧，咁樣嘅啦嗬。我其實到佢幾隻劍全部就唱到每一嘅嘢就逼得啦，壓得啦，咁樣嘅啦嗬。但是可惜咧係屬品手指啊嗬，忘詞，忘題，所以分數冇法度打下去啦。哦，冇嘅忘記咧嘅歌詞落去一攤咯嗬，所以踢脫得嚟咁嗬。所以選歌輕鬆要，冇需要選到按難嘅，冇需要選到按長嘅。哦，這個還有把握，這個有把握嘅時候啦，求好心切，恭喜。嘿，阿文芬本身呢，可能係開2年嘅關係啦，嚇，所以呢，佢會特別的注意咬字嘅部分，嚇，所以會唱比較輕硬，唱祝福，佢會唱到祝福。叫佢唱到祝福，哈，祝福，哈，係祝福，哈，所以一點都冇心態問題啦。但是日後還係愛在啲推動客家文化嘅話，還係愛以小實，哈，慢慢嚟改進啊，讓為更加好嘅前途，讓做得走過嚟搞下一代嘅傳承下去，安尼樣，哈，本大家嚟做參考，這個嚟加油喎。好，安子先好。羅英英老師咧，有乜嘅建議啊？好，你係家庭吧嗬，我基本上從你係羅山歌，我想你做得修改一下，就係你從到你係台上嘅先嘅上映就會辣，嗬，所以你聽呢句先經路人後經賢。應該先韓國後，嗬，你兩家人出同台上嚟，嗬，所以彈起來你彈起來應該上映出辣起嚟，嗬。就講來講一下，你係劉太姐，嗬，當可惜，嗬，因為唔記得咯，半夜老百姓咪當好記咩，係因為
喷口水係嘛？好，所以學大聲啦。不過係講伊做啲老啲係冇講伊唔記得歌詞嘅部分，係講伊練習到喊下倒擺，可能你係韻味會喊下降，因為雖然係講伊句數冇埋問題重述咧，咁講韻味喊係做得加強一下吼，喊就講落啲係溫分睇講吼，不然則建議冇凊彩去比賽咧，因為本人馬戲吼，表演就好咧。好，是蒙台家是嗎？全部我樣糖嘅包還是扁啊？對，我樣糖嘅是個馬戲。馬戲，你是我暗暝唱嘅，唔好去比賽嘅啦。要變成馬戲啊！安尼，哦，看分數啊，打出來了。現在看一下家庭北嘅分數。40分。係啊，做得啦哈。先看一下啊，安尼收音機看有影響到動態分數嘛？來看一下劉淑萍嘅分數。影響沒睇哦。係啊，唔捌，安尼到末阿芬姑嘅分數比人啊大，吼。來看一下，李文凡嘅分數。哎呀，真的冇我比比哎。我比你馬戲。好啦，阿子生哦，今日多謝來參加呢節目，哦啊，恭喜你哦，恭喜，係啊，啊，你先簽詞抽一下，淑萍去休息一下，等下時常討論下，好冇？哎，先回座休息一下哈。家下比賽咧，可惜當打上來有一些些嘅歌詞唔記得。希望還係有機會好多種嘅。經過精彩嘅比賽以後，有3位搶時淘汰嘅參賽者：吳秀春、鍾漢依、劉淑萍。在評審席上開會討論以後，到底見本人乜嘢會本人淘汰呢？經過呢4位比賽，其實大家嘅同我嗬成績都非常好，分數都在伯仲之間。唔過會差在哪位呢？就會你呢比參賽者會緊張，將佢哋淑萍就緊張，望一上嘢非常演繹非常嘅好，好真可惜啦嚇。所以呢，經過我哋5位先生討論以後，淑萍以下會可能係再加來加油。啊，今日數目法度過關嚇，啊留下來是秀春、韓依、淑萍，下回再嚟摸劉莫哲。點啊？所以今日是淘汰民主操嘅哈，係啊，淑萍姐姐係排誰哦？係啊，有乜嘅把講嘛？係啊。冇過關就係自家冇認真啦，啊時間咩講清楚啦。嗰種冇相關啦，係100咋個來？對，好，係100，好，那節目定，好不好？係啊，一恭喜2位留下來，繼續拼哦，好不好？係啊，謝謝3位，謝謝阿子生。電視機前面嘅朋友，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哈，按照用嚟報名嚟，夾同大家報告啊！好，報名專線091938383988，還有純真天花哦，0227478231。嘿，人家都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係咪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阿子生，謝謝。辛苦我們的佳怡老師，謝謝老師。同時，大家唔記得啦，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時間呢，老一大擂台